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，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今仔日吼，同款有4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哦。头一句是翁仔某是相欠债，这是以前的人的观念啦。咧讲吼，即世人有缘来做翁仔某，是有因果关系，互相欠债。人翁仔某若是咧冤家的时阵啊，会劝人讲吼，爱互相体谅，互相包容。不过吼，我家己是感觉，咱现代人啊，唔免搁用即款较负面的角度吼来看待婚姻的关系。相欠债才来做伙吼，听着敢若真无搭话。啊，我是较相信讲，人甲人做伙吼是来共同学习的，爱的能力吼嘛是需要练习的哦。例句，妈妈，我要甲阮翁离缘啦。你先莫遮冲动啦。虽然古早人讲吼，翁仔某是相欠债，啊，毋过会做翁仔某嘛是相意爱啊，练习互相体谅吼嘛足重要呢。第二句是一枝草一点露，这句俗语啊，意思是讲吼。这个宇宙天公伯啊，对世间的万物是真公平。就算干那讲吼是一枝草啊，嘛会互伊有露水来滋润。用来譬如讲吼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咱大家人的存在，拢一定有伊的价值。例句，我数学考足歹的，我有影吼足无路用的啦。囡仔。人讲一枝草一点露，你唔通吼，干那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咧看待家己呢？你足够照顾动物，嘛足愿意帮助别人的啊！你的存在吼，一定有伊的价值啦。第三句是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值。这句话意思是讲吼，咱人类啊爱尊重大自然的力量。若是吼，咱要开发土地、使用大自然的资源的时阵啊，违反伊的法则，破坏环境，引起灾难，落尾吼，人类嘛是会受到伤害。啊，这句话啊嘛有一种对代志无照常理来发生的感慨啦。例句，今年的红花哪会遮早开花啊？提早1个月呢？嘿啊！这几冬吼，地球的温度是愈来愈悬，人无照天理吼，天无照价值啦。较早吼，迄大自然的规则吼，嘛开始咧有变化啦。第4句是上山看山势，入门看人意。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咱若是要去爬山啊，一定爱先观察山的状况，对无？去到人兜吼嘛是共款，爱会晓看人的目色，听话意。啊，讲较深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做人啊爱随时注意环境的变化，做出妥当的行为较好啦。例句，拄则阿花就讲伊人咧无爽快啊，你搁一直插讲要继续唱歌，你安尼足白目呢？哈，我唔知啊。啊，我都搁足想要耍的啊！上山看山势，入门看人意，以后吼较体贴的啦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学的4句俗语，咱搁做伙读一摆哦。翁仔某是相欠债，一枝草一点露，上山毋是人无照天理，天无照价值。上山看山势。入门看人意，安尼大家敢拢会晓啊？若是吼，你有想到相关的俗语，欢迎留话甲大家分享哦。安尼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